来个较无一个月，就要来举办着总统甲副总统的就职典礼。早起文化总会是来召开着记者会，公布这届520就职典礼流程甲国宴的这个规划。其中第一届选到台南举办的总统就职的国宴，主持人是进前赖清德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郭雅慧，甲台湾透巴西model。戴凯文，讲戴凯文，伊的台语甲华语拢全认同。孤夜无半守定的清风对面吹。伊的家己含好心到达乌鲁鲁的皮肤色水，伊是台湾透巴西查甫 model 戴凯文。大家早，我是 Kevin。Buenos días a todos, mi nombre es Kevin. Buenos días a todos, mi nombre es Kevin. 这是法文。这是西班牙文。这是西班牙文。那台语讲甲真熟拍，嘛真敖讲非常纪见。这回戴凯文伫咧这边520的典礼，含主播郭雅慧共同担任主持人。就这暗会回到台南，拄等建成400周年是真有意义。记者会嘛公布这摆视觉效果，将4种时代代表自由、民主、自信和友善。今年包括3大创新、3大节目、9项主题。一早9点20，新就任总统来甲大家致辞。10点59国军礼炮，10点58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。11点23空中分列小向元首致敬。11点27雷虎小组冲场。伫咧这重要的路牌，赖清德要穿啥，伊嘛想好势啊！伫咧3点铺文讲到25号，一早公布新内阁和国安首长名单。伫咧后台问520变怎唱，佮讲应该就是这首。今天包括未来的卓院长。一定穿西装，尤其甲这条球线内骨带，佮个是赖清德的招牌。走对的路。伫咧中选会登记参选，参加这摆总统大选非一场辩论会，甚至是伫咧顶一届52017，这条球线带落去的内骨带，伫咧赖清德做政治生涯内底重要时刻突然出现。李主席剩无到1月7，接新职务，那国政任务配变真严，典礼清查打扮，同款是焦点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